多謝主席。其實我留意到咧，政府個答覆咧，當佢講關於呢個國際研究嘅時候咧，佢就話累計使用流動電話時間最長嘅10%嘅人士咧，咁佢解釋呢一種10%嘅人士咧，佢話累計喺10年之間使用1640小時以上，或者平均每日通電話係約30分鐘以上。主席，我相信呢一個咁樣嘅用電話嘅時間，如果你以一般香港人嚟講，我相信好多人呢都一日係唔止用30分鐘嘅。咁我就特別想問下，即係香港政府呢，就係即係有冇研究我哋香港人用電話嗰個頻率啊，同埋嗰個時間嘅長嘅嗰個情況啊，同外國比，會唔會即係我哋事實上即係外國嗰啲適用外國嗰啲測試，未必真係可以對香港嚟講係咁有用？特別應該我哋香港人要睇睇我哋香港人用電話嘅時間，特別係即係尤其是兒童咧。即係佢用電話嘅時間係好長嘅，做生意嘅人亦都好長嘅，有啲甚至嘅電話喺隔離瞓覺嘅，又有好多用遊戲機嘅。即係你有冇特區政府有冇研究下我哋香港人用電話嗰個速度同埋頻道同埋頻密嘅情況，係咪應該我哋自己做翻一啲研究？外國嗰啲研究可能唔係咁真係適用於香港啊。邊位局長？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多謝主席。喺呢一方面呢，我哋係同余議員嘅意見呢係一樣嘅，即是話我哋都係非常之嚴肅處理任何對於公共衛生或者係個人市民嘅安全呢係有潛在威脅或者一啲風險，我哋一定係好嚴肅去處理。但係如果我哋睇翻啲數字，係俾翻一啲資料，主席議員去參考。睇我哋喺香港癌症資料庫呢個數據庫裏邊呢，係由1989年開始收集嘅數據，至到係最近呢啲數據呢，我哋係每10萬人係患上呢一個腦中樞神經呢一個嘅惡性腫瘤嘅數字呢，係由每10萬人嘅有4.1個人喺1989年，直至到我哋最新嘅數據應該係07年，如果我冇記錯呢，係每10萬人係有2.9。咁所以呢，喺嗰個數據裏邊呢，睇得到其實係有一個下降嘅趨勢。第二呢，就係關於本港嗰個研究呢，當然我哋亦都係喺香港有2間非常之有名嘅醫學院，而裏邊嘅同事呢，我相信佢哋對於唔同嘅課題，包括呢一個呢，亦都係有佢哋喺流行病學同埋統計學上邊佢哋自己嗰個嘅跟進。咁而我哋亦都歡迎，假如佢哋係對呢一方面係覺得係有一個嘅需要呢，係去申請無論係政府嘅研究基金或者佢哋自己其餘嘅研究基金呢，去開展呢一方面嘅研究。最後我想講嘅就係話喺睇翻嗰個嘅報告呢，其實係呢一個 Interphone 嘅研究呢，係喺2000年至到2010年呢，係做咗10年呢一個研究，而裏邊涵蓋嘅國家呢，係超過10個嘅。咁所以呢，喺你話我哋有冇呢一個嘅能力，係或者喺香港一個地方係可以做得到，係暫時呢，我相信而家睇呢一類咁嘅研究，尤其是醫學嗰個嘅研究嗰個範疇呢，喺某一個地方自己去睇呢一啲嘅問題，而嗰個風險我哋講緊呢，係比起其餘一啲真係比較大嘅致癌風險呢，係大係為低嘅。咁而家我哋睇得到，如果你睇翻佢嗰個研究報告呢，我亦都用咗唔少時間自己去睇過呢個研究報告。佢係差唔多有20頁紙，佢其中裏邊呢係做咗好幾十個一個所謂嘅呢一個嘅賠率研究，一個 odds ratio。咁睇到裏邊呢，其實呢幾十個呢係得一個係比較明顯啲，嗰個係1.14，即係有一個額外嘅14%嘅一個風險，就係呢啲每一日平均喺過去10年都會講電話講超過半小時嘅。咁而呢一個呢，就係一種特別嘅腫瘤，仲要係喺翻通常聽電話嗰邊嗰個耳仔。其餘嗰幾十個呢，其實絕大部分呢，佢唔係話有增加個風險，反而呢，佢係低過平常人一個風險。所以我哋點解會頭先我好簡單喺嗰個主體答案交代，就係話佢係冇辦法係有一啲嘅好令人信服嘅一個強而有力嘅證據去睇得到，真係同聽電話同呢個患腦腫瘤呢係有一個直接嘅線性嘅關係。所以喺呢一方面，我哋會繼續密切留意國際上邊呢啲嘅研究，亦都唔排除呢我哋香港本身嘅研究員呢都會係參加呢啲嘅研究。但係你話如果係特區政府自己去做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呢，根本係10幾個國家做咗10年，
都未必睇得到一啲嘅特別嘅結果。喺我哋呢一個方面呢，我相信呢，我哋亦都係要諗清楚係咪喺呢一個方法呢係做係最適當。潘佩球議員。